清提出访苏瓦蒂尼一届来回拢是坐英国王的专机，会强调台湾袂因为打压着来退让，即抓出访，互世界看到台湾人走向世界决心。这台北市鸟鼠问题，蒋万安强调，最近的扩大消毒用3大措施未了止，有哩防治大省做有必要会放鸟鼠药啊，若放药啊的所在会采购时。国内有做医学美容的爱尔利集团，这邦桥分院表出讲，健康摄影机甲人客偷血证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号AM新闻，我是嘉豪。总统赖清德出访苏瓦蒂尼，在今早起登来到台湾咯。这空军呢，搁再出动4架 F-16战机护航。那这赖总统这届呢，登来了后，或者是讲去的，拢是坐着这苏瓦蒂尼的专机，是由因的副总理查杜利来陪同。赖总统也特别向查杜利表示感谢，也强调咱台湾袂因为受人打压就来退让，这抓出访，互世界看到。台湾人走向世界的决心和意志。历经了84个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结束访问友邦史瓦蒂尼行程，总统赖清德7号早起回国，4架空军 F-16V 战机护送。赖总统首先感谢所有温暖坚定支持，因为副总统杜查理来回拢专程陪伴，确保航程安全。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中华民国台湾用行动证明，真正国力的展现，不在于让别人屈服。而应该是为所有人带来幸福。赖总统初时离境进前，苏国总理戴罗斯、外交部长戴伯利也亲亲送机，也有传统歌舞表演。搁一摆坐苏国 A3次空专机，毋过甲初时去航线用上体路径，专机飞行时先飞向东南边，无经过临时取消飞行许可的马达加斯加甲摩里西斯飞行情报区，搁行库克兰的路线，原离中国甲南海上空飞过印尼、菲律宾到台湾，中途无停靠加油。赖总统强调，虽然有受阻，不过台湾被因为打压，就救起台湾人民有权利走向世界。实际上，国家元首之间的相互访问，本来就是再平凡不过，就像我们出门拜访朋友一样，是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赖总统倒来了后，也马上接见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问团，伊指出，虽然两国真远，不过同款面对复杂的区域情势，让伊深刻体会，爱一直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社会韧性，才能确保和平。Your support and your friendship before October 7 and especially after 7, Taiwan was the first nation that's standing behind us and support us. We appreciate that. 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李维表示，因坦中东电会期间来台，就是要传达两国之间情谊坚定，佮希望双边在经济、AI 甲安全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是世界当中的台湾，不过这个月中呢，要伫咧北京举行传习会，外界也关注讲这台湾议题敢会提出来讲呢？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士吾典就呼吁美国立场就要坚定，Trump伫咧台湾问题所讲的内容，若准是颠颠倒倒，会对美国造成重大影响。有学者是认为讲呢，北京伫咧对待军售等议题，更加希望美国会当符合因的期待。美国空军师野怪军用运输机，即阵互中国民众看到降落伫北京国际机场，拢搭伫社群讨论，为初至初4至少看到4台，互人认为是传习会先做准备工作，包括运输车队、通信设备甲安保系统等。美国方面嘛已经预告，川普会伫5月14至15访问中国。川普伫北京接见小型企业代表时阵讲，会对习近平讲到两国的 AI 竞争。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台湾议题是毋是会伫川习会讲到？中国外长王毅进前伫甲美国国务卿鲁比欧的通话中特别强调，台湾问题关系中国主要利益，是中美关系上大风险，爱美方做出正确的选择。日本自民党籍前防卫大臣小野氏五典伫华府智库 CSIS 研讨会呼吁川普坚定应对。If President Trump says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being more wobbly than what we've had in the past, this could have a great impact. The U.S. It's important for the U.S. to continue to have a firm attitude. 北京当然希望从川普口中能够讲出一些更朝向北京所期待的方向前进啊，这里面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对台独这样的可能性啊，但是目前啊，从美国的总统口中啊，这么多年来还并没有听到美国的总统直接公开表述说美国的政策是反对台独，因为反对台独在这用字遣词的这个严重程度或它强烈程度上，明显还是会高过于不支持台独这样的表述。对于外团是毋是促成对台不利的第四份美中联合公报，学者李大中认为几率真低。不过嘛分析，比起公开文字，北京伫实质政策，更较希望美国会当符合期待。亲像讲，还有一笔较大金额的对台军售，是毋是川习会后向美国国会进行通知，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国造畅水南海群号让一个外过是搁再出现，今早起7点外出海执行第7届的暂航测试，也因为咱甲美国组的超雷系统一个月就到期啊，这台船公司就要面对进度压力。另外呢，这立法院明仔载要针对着各方特别条例进行第4届条约协商。不过国民党内部呢要用倒一个版本，敢是超袂罢。那因为党主席邓丽文强调，较侪人支持是党中央的3800亿加元的版本。不过立委罗树宝强调是较侪人支持8000亿的版本。那党团总调鲍坤基是强调，各种版本上界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摕到美国的法技术。继国外会占南国造海群号测5伫高雄港，这次总统罗清条亲身巡视了后，海群号第一摆出海展开第7摆畅水测试。海军陆战队突击艇带船混进乌龟鱼，无人艇伫边解号，早起7点，海军号驶离港口，请大批军事队来加油。最近还会再做几次的测试，然后最后一次的话会打超雷。离台船设立7月交难的目标，存无到2个月。海军号目前畅水深度愈来愈深，后续要规划看暝测试。外界佮注意海军号什么时阵爱有上重的超雷测试。我们是否有向美方这边租借超雷验测的装备？是有的。报员，我们租借的这个期程，今年的5月份会到明年的那个年中左右。咱向美方乘组的超雷系统走向本个月到期，台船后时间压力就来走。海军也表示，若无法度第一期航完成，会协调申请延后做向。专家指出，海军号爱加做作战舰舰，爱验证武器系统通过打超雷。海军号前舰，如果说真的要测试超雷的时候呢，它旁边呢一定有所谓的介护舰艇，然后上面呢搭载我们叫水中爆破作业小组的人员哈。等超雷设计完毕之后，他们去乘着橡皮艇去把那个超雷蚀毁。另外，国防特别条例7号要伫立法院第4摆条约协商，不过国民党团2个版本伫协商进程依然无法度共识。国民党主席邓丽文表示，大部分人支持党版3800亿加元，按国南会罗斯堡即期，党中央整合资讯有误，指大部分人拢支持8000亿，党中央党团的态度无共调。并不是所谓金额的问题。那对于这个各种版本，大概最大的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那我相信民众的力量也很大哦。那我相信民众的压力当然也很大。那这个压力会是在国民党今年要参选的候选人身上。那至于他要用什么方式扛，我不知道民众党团也传出准备好2个版本，包含第一批军售的4000亿，加上第2批8000亿。副总调王安祥强调，会同意军购，不过军购项目已用部分调整，党团版会搁做调整，望明下数字了后各变复算。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摆天气呢，一年平一年搁较热，劳动部修正相关的补助要点，补助新增加设置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亲像是热危害的侦测，也搁警示装置，也提供电风扇等个人防护的补助，要帮助劳工来对抗热翕翕气候。北行动电池拍开3点悬的电风随开始运转，这是最近几年营造业等户外工作者为着因应极端高温使用的电风扇，透过电风的运作，让衫内面拢是凉风，体温嘛因为安尼自然就降落来。因为现在大家很重视这个热伤害嘛，对，所以是一个趋势，但是也是一笔费用啊，因为它一套也是要个几千块啊。现在当然有补助，就会增加客人去买的意愿嘛。业者讲，热天是到港买电风扇的高峰期，真受到市场的欢迎。为着照顾营造业者户外的工作者，劳动部修正相关补助要点，提供小型企业、自营工作者来买电风扇、冰架等个人防护用具的补助，帮助到港来对抗烧热天气。10人以下的企业，我们可以提高补助比例80%啊，上限3万元。11人到50人的企业啊，我们可以补助上限可以提高到5万块。劳动部嘛补助新增设置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推行多种预防减灾概念，亲像是热危害的侦测和警示装置，各降温的设备结合 AI 科技的管理，加强预防热灾害的发生。有那个热危害的灯号的提醒，还有简讯的发送。热危害达到3级以上，我们就会点动那个降温设备的那个开启，可以去洒水啊，移动式冷气机的降温。整体职业灾害虽然有所改善哈，但是营造业仍然是职业灾害风险较高的一个产业。劳动部嘛公布第一季的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死亡人数是50个人，和去年同期比是减少9个人，半数嘛是发生在营造业，以削落来的事故上严重。劳动部希望透过亲像是热危害的防灾强化，多方预防来降低营造业的事故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这支考住院医生的招聘，逐年拢在减少。伊家是建议讲，政府会当调整公费生的制度，或者医生留伫咧医学中心的职考服务，唔免去偏乡，定好确保这急重症的医疗袂断层。啊，那卫福部表示讲，今年第3期的公费医学生计划，头一届有甲这小至外科列入来，而且无限定偏乡。另外，今年呢也投入249亿，要互这职考医生的收入会当提悬，鼓励这医生留伫咧职考。台湾的生育率是全球上低，照惊儿怀问题嘛冲击着医疗人力。儿科大医医师的招聘率是当年1直落，第一线少年医师是严重无够。医界提出警告，讲这已经不是单纯医界劳动力的问题，是个案危机。建议政府调整公费生的制度，让医师留伫医学中心儿科服务，会当抵消下乡的义务，确保急重症医疗袂断层。这些公费医师如果能够选择以儿科为他的专科医师，可以让他来支援这些医学中心或区域型的一个医院，那来补充这个儿科人力的一个不足。医界表示讲，台湾新生儿的人数是对一年40万，一个也大减到去年的10万外人。儿科的服务量敢若剩1/4，加上健保给付的标准真悬，让少年医学生拢惊险。根据台湾儿科医学会的统计，儿科大医医师的招聘率，在民国113年是落到57%，创历史新低。就130个人，敢若70个人报道。114年虽然小可回升到92个，但嘛是欠3成。今年目前已经招85个人，佫持续在招募。政府应该要主动提出区域儿童医疗网的规划蓝图，明确划分各层级的责任，并将有限的资源重点优先投入在急重症以及跨区支援。他在服务阶段仍然可以留在这个医学中心。那另外一组区域罗才困难组，那这个就是要下乡的。好，所以第3期的计划，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建议把它纳入一起来进行讨论。卫福部强调，今年第3期公费医学生的计划总原也是维持750个，而且第一摆纳入小至外科这任务科嘛无限定偏乡。另外，今年已经开249亿，保障0到6岁儿童医疗服务，包括调升儿科重症大医、门诊的检测费等等，确保儿科医师申报健保点达到1.1块，提升收入，而且减轻急重症人力的负担，鼓励医生留伫儿科。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护理日特别到了，上百名的护理人员呢，百日上街头要求3班护病比就要赶紧来立法，也让这护理人员合理的薪水。卫福部是回应讲，这护病比属于人力安排的规范，会透过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来处理，并并7月底正式公告。国际护理日特别到了，就把护理人员拜日压号上街头，伫卫福部头前要求3班护病比就要赶紧入法。袂使搁拖，嘛要互护理师合理的薪水。护理团体强调，护理人力长期拢伫咧高压、甲过劳的状况运作，袂使搁甲完充期食做延前的理由。阮家己要好好，为什么好啊？顾别人，系啊，咱来甲护病比吼，而且合理的程度，甲降低，吼，一方面病人绝对是安全的。一定要3班护病比入法。刻不容缓，我们没有要让政府打折，我们也没有要让政府继续拖延。护理团体嘛，针对卫福部提出3个疑问，头一个是质疑标准公告超过2年，所以还未入法；第二嘛不满预算有够，煞搁为头开始讨论；第三是指出目前70外趴的病院已经达到护病比的标准，却因为20外趴的病院设缓冲期。护理团体要求总统就19年5月20日前，就要完成3班护病比的入法。卫福部是回应讲，护病比是属于人力安排的规范，会透过修订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来处理。目前定调，就是说在5月8号我们会开会就是跟护理界还有医界共同开会，讨论这个入法的实质的一个情形，还有一些配套措施。那我们现在拼在5月12号的一个护士节来预告，那最快在7月底的时候会把整个草案公告。卫福部按算拜五讨论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正草案细节，后续经过草案预告和正式公告以后，要设2年的缓冲期，让医疗体系通加人力保护罩，避免影响到医疗量能。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咱来看这彰化县设置火葬场的争议，去年底通过环评审查会议了后呢，今仔日县政府就举办开发计划的说明会，反对民众去到现场要求要撤案，最后认为讲这县政府是真无诚意，因而做伙离开表达抗议。咱那边清楚是强调讲，环评审查已经通过，工程也进入到这招标阶段咯，无撤回的选项。甲大马银纸也向天，阁有人激动跪落来抗议。彰化县政府初五伫丰原乡举办4名园区开发计划公开说明会，反火葬场行动协会等500个民众到场，要求撤案。选址错误，要求撤案，这是我们唯一的诉求。我们不希望县府来跟我们说有什么回馈啦，那个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只要求我们这一片土地，我们能安居乐业。彰化县建局甲保市总队动员上百警力来维持秩序。开发单位说明会干部的时阵，反火葬场行动协会想要向前交地政署，不过无法接受，认为县政府是干那来走流程，甲要全体离席抗议。讲伊个，袂做那个跑伊个流程的，伊讲的，了后就要继续做伊个代志。伊有去体会着阮人民的心无？伊根本伊都拢无尊重。彰化县内无火葬场，县政府规划伫丰原乡草湖南段兴建4名园区，开发面积差不多1.93公顷。去年12月通过环评审查会议，款团认为包括选址、空污排放量这个疑问还未查清。县政府王惠美伫要卸任的时阵，无应该动工，爱来互一任县府来决定是不是属建。下一任的县长来决定要不要继续才对啊，因为这争议真的蛮大的，然后问题也没解决，然后像今天就动员500多个警力，表示说其实争议真的非常大。那为什么一个政府要这样蛮横执行这件事情？基本上没有撤案这一个选项，因为整个经过2次的环评审查通过之后，整个环境影响说明书都在4月份已经完成了定稿的作业，那目前都已经进入到开工前的准备的作业阶段了，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可以理解谅解。规场说明会也是伫无民众的情况下完成。彰化县民政处表示，4名园区环境影响说明书已经完成定稿，设置计划报内政部备早许可，无撤案的选项。火葬场空污防治是全国上严的，目前工程进入招标阶段，若是顺利，会伫2年内完工。记者采访报道。
高雄燕巢呢有一块旧公墓的土地，去年已经把这虫仔拢迁走的。地方是希望讲会当变做公园，想袂到进说传出讲市政府拍算讲做一个坑点仔架的占坑场，地方是强烈反对，认为讲交通、土马、空气拢会受到影响。全区所有里长拢总有11位做伙是写这陈情书去甲公所表达抗议。啊，那公务局表示讲会向中央反映地方的心声，也会继续来评估。技术室打马甲占坑场的被捕条挂伫咧路边真惊目，高雄燕巢甲秀路这块公墓地去年完成迁葬，大约1甲块土地原本地方按算进出做公园，无想到最近却听到风声，市府要伫遮做打马甲占坑场，因为这条中兴路是当地主要道路，附近还有中港甲南马空场，居民烦恼，若是打马甲搁车来遮堵，会互附近的交通愈来愈歹。本地交通就足大车足济啊。伊山地我车中近搁伫遮嘛，所以讲哦，这交通会变较复杂。嘛是好多水起来，因为迄个沥青可能你若落雨会堵水落嘛，啊水落伊管遮拢做足济啊，所以惊会影响到啊。燕巢专区11位里长初时来到公所送定情书，表明因反对设占坑场的心声。参与会议的市议员宋立彬讲，这附近有5间大学，还有病院，而且还有侪农作物种伫咧遮。高雄一年大约有20万栋的打马甲爱处理，这个土地无看吨的量有限，市府应该重新规划思考。这块场域只有办法容纳2万吨，那其余的18万吨要何去何从？所以这不是解决之道，不应该以表面应付中央的方式来去选择场址。是针对交通及环境之冲击，他们认为是存有疑虑。那对此，市政府将把这个意见带回，好好的评估。也同时会向中央来反映。工务局强调，这个占坑场是中央的政策，主要是要囤扣起来打马甲，买手会当再利用。即阵当咧评估可行性，会甲地方的看法甲烦恼拢还经过中央，找出抽题做法。对此里长讲，占坑场若是真正要设伫咧遮，因一定会控制到底。记者柯家祖、柯兆阳、高阳昌报道。之前有消息传出讲，伫台湾训练的新加坡部队，因为台湾和中国关系紧张，可能无要继续伫咧台湾训练啊。不过伫咧屏东恒春，就民众看到讲，因伫咧劳动节连假的时阵，有看到这成功部队，有关举这步枪伫咧做拍山头的战术训练。当地民众讲，今年是第3摆看到啊，也显示讲这成功部队要撤离的消息，有可能是风声放映的。山头传出庆声和大烟，树林内底有阿兵哥撞来撞去和喊声。初三劳动节连假天拄光，屏东恒春半岛的山区，就部队咧做训练。虽然穿的军衫和咱国军要共，但是详细看，应该是 SAR-2新加坡的步枪。原来这阵新兵的阿兵哥，就是踮台湾训练超过50年的成功部队。这看起来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荒山草啦那种训练，他们是用他们自己生产的步枪。他们是用训练弹的，一般常常会在有半夜的时候我这边都有记录到半夜大概2、3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枪声啊什么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民众就没办法睡觉这样。当地民众表示，这届是今年第3摆的任务，大约是2个连的阿兵哥，拢会伫恒春的赤牛岭山区做拍山头的训练。特别的是，新加坡属于正兵赛的车型，所以因的军车很多路拢伫正手边。因为新加坡自1975年就开始有甲台湾签协定，送军队来训练，不过拢改价条，所以互民众感觉小可神秘。哦，介久也捌听过，即摆最近较毋捌听过安尼。介前有啊，讲伫迄个邦寮遐，也是恒春遐吧，讲遐基地遐有咧训练吧。恒春居民表示，成功部队长期伫台湾训练，对恒春的地形真熟，动作流利佮专业，而且阿兵哥介热情。出草的是，若看到居民佫会拍招呼，毋过居民希望部队做训练的时阵，会当彩牌标示清楚，则袂无适宜行入去训练的区域，互相干扰着。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国内专门咧做医学美容的爱妮丽、爱尔丽集团呢，这全台湾有几落间的分院，想袂到邦桥分院说表出讲，甲人偷翕的情形，人家指控讲有去甲人问，讲这验方讲迄粒就是烟雾侦测器，不过经过警方的检测，确认是监控摄影机，搁装伫咧诊疗间内面。目前检方也已经伫咧调查，也约谈一个姓谢的设备厂商，检方也指挥刑带到台北市的分店检测，要保全证据。县警广告诊所详细检查设备，国内出名的安妮丽医美集团所属的邦桥分院发生偷翕的风波，有查某人指控怀疑诊疗室的壁顶设备有藏小镜头，虽然院方捌保证是烟雾侦测器，不过人客报警，警方检测发现是监控摄影机，是不是当日录影，当时无法度确认。我们是还没有接到那个民众的陈情，不过我们之前已经配合检警到诊所进行查。因为整间的话就是涉及比较属于私密的领域的话，是不是能够这样做，就必须要真的要完全尊重当事人的一个意愿。新北卫生局配合检警，除了去案发的邦桥分院搜查，嘛扩大侦办专案，陆续去永和新庄南口分院调查。新北检阁已经驱提姓谢的设备商，也有约谈真侪人到案。询问了后，拢请回。专案是以妨害秘密，也有妨害性运输这个罪嫌侦办。那新北市、台北市完有动作。依据医疗法及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摄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针对该连锁品牌位于北市的诊所展开无预警的联合稽查。为警方、卫生单位到消保官相关单位找5动员，保已经联合稽查。那行政调查、刑事侦办同步进行，检警嘛出手指挥刑带去5间分店检测保全证据。安妮丽集团发声明表示，全力配合调查，嘛回应说明诊所内监视设备的设置，目的是确保医疗品质，维护药品加器材安全，无侵害消费者个人的隐私。对造成各少人困扰，已经派专人以专案方案处理。台北市现在有订定一个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止针孔偷拍摄影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新北是不是应该要跟进？我们会来参考来研议。依照卫福部函示新北卫生局说明，虽然医疗机关会当伫诊疗室这个私人空间装设监视设备，不过牵涉到隐私保护，爱明确说明，事先爱得到同意。专案已经引起民大关心，督促新北法制局订定相关的自治条例，有关公权力进入非公家单位的私人空间稽查。记者采访报道。今日台股呢，搁再起小看收伫咧4,769点。根据着这证交所的统计，累计到今年4月，这证券开户头口座的人数呢，超过1420万人，等于是台湾人内面5个就3个人投资股市。其中呢，这19岁以下也是愈来愈侪人开这口座咯，这代表讲投资族群有少年化的趋势。手机摕出来点开股市看盘的 App， 看个别股表现。台股加权指数一直欠悬，初五收伫4万点以上。台股行情长热，互今年19岁的股民林先生每个月摕薪水出来投资股市。热一定会觉得一定会担心一点点，但我觉得就是回到个人的风险把控上面，对吧？所以如果评估自己的风险可以承受去借钱开杠杆的话，我觉得当然也 OK。但我自己个人的话，还是会选择比较稳健一点的投资方法。看1年前5月初5，台股加权指数收伫20,532点，不过到今年头一个交易日1月初2，台股已经开始挖3万点。今年5月初5，台股收伫4,769点，收盘指数佫创下历史新高。根据证券交易所统计，到今年4月，投资人开户数突破1420万人。天天我们这个开户柜台都人满为患了，年轻人也蛮多的，有些还是学生，就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都会有一些社群啊、讨论啊，所以他们就会同学一起来投资。我起名的营业员讲，毋但开户人数增加真侪，还有人客保单解约、提钱投资股市。若是以目前全台湾2300万人来计算，等于是每5个人都有差不多3人投资股市。特别的是用年纪来看开户0至19岁族群占总开户数比例，毋但逐个月增加，今年4月佫头一届突破5%。20至30岁的少年股民占比原来有逐个月增加的迹象。
也是蛮可惜，说早几年出社会，是不是你就更多资金参与这一波啊？当然不知道下一波这么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嘛。我就是每个月生活费我就拨一点出来，就定期投入这样子。年轻人组团群组来炒股，同时他们特别热衷去融资做当日冲销。我们的股市本身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就造成风险就更大。有学者提醒，一直创下新冠纪录的台股，毋是会起袂落。少年人爱评估家己的能力才投资，毋通博伤大借钱投资。若无股市起落伤大，也是崩盘，出现了钱的情形，都无钱通付，面临负债的困境。记者采访报道。来看新北市的选前，今下晡呢，这哪里的参选人做伙出席同一场活动。不过外界拢伫咧关注讲，这国民党参选人李树川的家族啊，伫小琉球农地逼出违建的证据。李树川表示讲，若是土地有违建，该拆就爱拆，绝对无例外。那屏东县政府也讲会派人去到现场稽查，若真有违规，上悬罚30万。两人一前一后上台致辞，暗晡门口口堵着，双方拢将风度压手底气。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参加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活动，暗晡外界关心李树川家族持分的小琉球农地被押出去是违规起铁片厝。我处分的土地有没有去盖铁皮屋？那另外的所有权人，如果假设他盖铁皮屋是违建的，我想这个该拆就去拆。我不清楚这个案件的细节，所以没有办法评论。我想对方候选人自己的家族争议，其实还是由候选人自己来说明清楚比较适当。几回请影像来看，2013年也是树仔绿地，2014年已经空一地，到2017年时阵就出现新建物，实际到小琉球这农地，餐厅铁门幼儿也无营业，铁片厝分挂真侪景点面出租，做餐饮、小卖甲水上活动等非农业用途，相关建物存在营业真侪年。伊逐百个汉几当来啊？有卡着一寡伊的迄个地啊使用。无符合迄个地无吼，这恁的看法是安怎？我未了解。本府将进行稽查，是否有违反农地使用的情形？如稽查属实，将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处以6到30万元的罚款。官府表示，到场稽查，若有违规的代志，相关应罚30万。另外，农地的违章建筑部分由琉球乡公所照环节查报了后，函送县府，依照违章建筑处理办法做后续处理。李树川表示，若是违章建筑，该拆就拆，无例外。记者综合报道。现任的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到1个月初7，大总统提名现任最高检主任检察官徐锡祥来接任。不过，今仔日立法院进行人事同意权表决，否决这项人事，你赢着批评讲这拿白是故意主动人事案的。法务部表示讲，尊重立委表决的结果，也会报请行政院转停总统指派人选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在国民党和民众党人数的优势之下，立法院初五是否决检察总长人事同意权案。本地大总统提名的现任最高检主任检察官徐锡祥封杀。民进党团中心检察总长的人事案无涉及党派，怎样闹恶异动？社会有公端不分你这个人选你哪怕是赖总统提出的在社会上大家认为这个颇具声望又具专业，大法官的人选是如此那还有我们前面看到中选会的人选是如此，那诸多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人才就在蓝白联手之下就把他给封杀掉了。另外表示，这摆表决无要采取激烈的对抗，但是会甲立场讲好清楚，而且接受结果。那要定也是针对徐锡祥的经历和政治中立性质疑。主要大家可以看到，他较缺乏这个2审检察长的这个历练了那除此之外呢，他曾经担任国安局副局长，还有法务部的政次我们也比较担心呢，如何在司法跟政治上做一个明显的区隔。记者综合报道。
海巡署去年7月抓到一个走私集团，甲4000多粒保育类的烟膏鸟，已经有幸的两个要送到中国。海巡阁伫咧金门马祖抓到准备要甲这个两送去中国的船只和成员。虽然这罪证是真明确，却因为现有的野保法无针对走私未遂定出罚则，最后是无起诉处分。啊，那这海委会、联保署等单位也希望讲，会当甲走私未遂的罚则列入去野保法内面。塑胶盒仔内拢是烟膏卵。海巡署伫113至114年查到历史上上大件有形的烟膏卵走私案，统计有4582粒保育类烟膏有形卵去人非法出口，啊，搁伫金马两地掠到准备要甲上千粒卵运去中国走私集团成员，甲尾说因为即马的野保法无法度甲起诉。因现行野生动物保育法未针对走私未遂订定处罚规定。检察官仅能依法做成不起诉处分，凸显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制仍有不完备的问题。人甲物件拢脏掉，却因为因无过面，无法度甲起诉，打击执法人员的士气。海委会测试伫行政院查缉走私偷渡联合会报，协调相关单位，希望将走私未遂的法则纳入野保法。动物团体表达支持的立场，嘛呼吁政府严格控管动物繁殖。那么多颗的话，繁殖场规模应该会是蛮大的。通常我们都知道，非法繁殖场它的饲养条件一定是非常差的，会侵害到他们的权益。就算是合法的繁殖场好了，它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说它的饲养环境应该符合什么样子的条件，那非法的一定会更糟糕。动物走私不是头一届，烟过查到的拢是进口。烟膏卵案件是出口头一例，而且走私有形卵也包含未定期保育类、白红头烟膏等，恐惊伤害咱国保育的名声。走私查缉的工作，我们当然非常积极的支持，相关的条文建议纳入我们的草案的设定中，会持续的来办理这个野保法的修法的进程，然后希望能够及早的将条文汇整清楚，然后通过。林保署讲，已经通盘检讨野保法，各家未遂法则纳入，会持续纳入民团学者甲查缉单位的意见，使得法规更加符合国际贸易公约的精神。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台北市鸟鼠的问题，市长蒋万安今亲身来回应，强调台北市最近无新增加汉他病毒个案，也讲12个行政区最近会大消毒。市政府也对3大措施来灭鸟鼠，强调不利防治大先做，若准有必要再用这鸟鼠药啊，而且有坑药的所在也会采购洗牌。另外呢，也有专人服务协助民众消灭鸟鼠。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清新出来宣布，台北市12个行政区对年初以后要搁一摆来进行大清消。蒋万安话话讲，继续精进鸟鼠害的防治，嘛强调2月初1以后，台北市并无新增加汉他病毒的个案。疾管处长罗义军嘛证实讲，国内今年1月到4月，拢总是2例汉他病毒的个案，并无比较早降期较悬。北市府要对3大措施强化灭鼠，希望市民莫伤惊吓。接下来我们会针对结构性物理阻隔，我们也会加强对于摊贩打烊后垃圾以及厨余的处理作为，就列管的摊机场摊贩来加装油脂节流器。结果性物理组架是包括针对市流排水系统、加装白铁网、建物的空含冷气管线等来做防堵。另外嘛，强化建筑工地防鸟鼠，包括多间围路甚至大型营业场所，亲像餐厅和商场装修。开工进前拢要检护鸟鼠环防治完成报告，无得袂当时间。我们希望能够降低在施工期鼠类滋生这样的一个风险，防止在施工期间那个鼠类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个社区的环境。另外，嘛会针对列管大集场打下补助，加装油的截流器，要消灭鸟鼠的地下鸟仓，宣导期过后都会严格来稽查。因为最近市民烦恼讲，用鸟鼠药杀鸟鼠有可能造成宠物，也是囡仔去食到。环保局强调讲，物理防治优先，必要的时阵才会放鸟鼠药啊。嘛是全国第一个要伫个公共区域所有的投放点放告示。我们也会在所有的投放点，我们会设置告示的部分，在需要用到鼠耳盒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采用鼠耳盒。那对于有鼠洞可以直接投药的部分，我们会采取直接投药。台北市嘛提供鸟鼠类的警方署的服务，帮助较好进行杀鸟鼠、找鸟鼠的来源等防治作为。另外，高雄市目前无汉他病毒确诊的案例，但是市长陈其迈已经指示要强化热区的巡查和通报机制，源头的管理，嘛发放漂白水这物资，请民众做伙来加强灭鼠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
基地邮轮昂铁阿苏号飘出汉他病毒，而且有人感染死亡。目前是停伫咧西非外海维德角附近的海域。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目前传染的风险是较低，也讲到这传染源的目前也搁伫咧对查。I am currently on board the MV Hondias, and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very real for all of us here. We're not just a story. 医护人员测试贝克利洪迪亚斯号，甲2个出现汉他病毒、呼吸道病症的船员撤离。目前船顶还有150个人走袂开，因方要求伫咧船顶隔离，内心真焦切。There's a lot of uncertainty, and that's the hardest part. All we want right now is to feel safe, to have clarity, and to get home. 实验室结果已经确认，一个出现病症的患者感染汉他病毒，另外一个已经过身的荷兰查某人病毒检测嘛是阳性。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船顶6个受影响的乘客当中，3个人已经过身，3个人病情严重。不过，这摆的状况对公众的风险是较低，无需要惊吓，也是进行旅行的限制。I'm not worried in Cabo Verde. We have to say that still the risks we are investigating because on the road, on the boat from Argentina, there were people hopping off the boat and on the boat on different islands on their way to Cabo Verde. And so there is a transmission risk. 维多角政府要是无允准洪迪亚号客换，船顶当咧积极和西班牙政府联络，找找互乘客落船撤离的可能性。汉他病毒主要是客机动物胃炭，尤其是接触到因的尿、屎、喙烂。专家就指出，汉他病毒的暗作期可能长要几礼拜，有一寡感染者初期会出现亲像流感的状况，亲像发烧、亚痫，暗过病情真紧就会恶化。也若讲病毒的来源，目前还无确定。荷兰公共卫生机构就推测，可能是船顶的鸟鼠胃炭的，嘛无排除乘客伫咧南美洲停靠的时阵感染的。有一寡研究嘛显示，伫咧阿根廷，还有智利出现一种汉他病毒的亚型，也有少数人喂人的案例，这可能性目前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中央大学承办115年全台运的活动，不过中央大学学生会指出讲，这届全台运开幕式项目有8个超过400位大学1年的学生爱去做志工，也有学生互安排去做比赛志工，若准无参与，或者是时数无够，服部学习可能就无法度通过，连带影响到因可能袂毕业。学校表示讲咧，这服部学习课程有多元的替代方案，并无强制学生。第一摆做全台分志工，中央大学成立系3年的蔡同区、甲同区，斗阵伫空手道比赛场馆出入口注意人员进出。2天进前是伫冷色棒球做算分员。我是一直去上网上查规则，然后或者问其他有看过，然后才慢慢会适应。帮选手穿护具，就大概就是这样。我帮忙装那个栏架。以前有这个经验吗？没有，所以很新鲜。补充无熟悉运动知识，引进距离看公开组选手比赛，随机访问全台分志工的中大生认为，体育服务学习课程达至全台分阁袂歹。按过学生会指出，这届开幕式至少8个超过400个大一学生爱专程做志工，若无参加或者是时数无够，服务学习课程被通过，无法度达成毕业的坎站。虽然学校可能有提供所谓的请假啊，或是一些可能补救的措施，但这个请假是需要去额外进行申请或者是提出的。有些学生也确实没有参加全代运的志工，他就是另外在找事后，比如说校外有一些企业或者其他社会服务的机会来满足这个门槛，所以没有强制这件事情。中大表示，开幕学生志工差不多255人次，无强制参加。志愿国赛事学生志工1157人次是体育服务学习课程，不过大学联指出，服务学习课程袂该将学生作为免费劳动力，甚至列为毕业的坎站，互学生一定爱去做。事实上，大四大、清大、政大已经陆续废除服务学习毕业的坎站。回归到就是教育部对于这个服务学习课程的这个主轴，他是希望我们同学可以结合自己的可能特色领域或是各个系所的专长，然后去置办出各种有学分的。中大表示尊重各校办学，目前未废除服务学习毕业坎站，不过以后会将服务学习改做社会实践。大数据
回馈给我们是正向的，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滚动的去调查。中大学生会指出，目前服务学习课程是必修，总共2学期，每礼拜2点钟，会伫6月提限。服务学习加做选修，甲毕业刊赞脱钩，是学生感觉有趣味、自主进行之下，才去选择这个课程。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爱文山也特别大出咯，今年南部的气候稳定，农业局按算讲，今年的产量会成长2倍到3倍。在地的农民就开始烦恼讲，若阵数量伤过多，就会败饲。农业局是回应讲，已经启动内外销路，会销到日本、韩国等等的策略，也讲会拼死来稳定这果子的绩效。输过了。一粒粒黄红色的酸叶挂在树仔顶，看起来真好食款。即阵台南爱文酸叶当咧白落啊，按算6月要迎接大丰收。今年台南气候算稳定，酸叶树开花含结果率拢真好，按算产量比往年加2至3倍。这主要和农民为着高品质，都定的蔬果有关系。虽然看到规丛树满满的果实，因心内加减烦恼产量伤济，绩效会落。爱文芒果啊，整个芒果去年的产量是很少的。对啊，所以导致芒果果树本身它的养分是很充足的。那它在去年休息了，那今年它整个就爆发了。今年的价格大概会比去年再下降一些啊，多少的话就是要看市场机制了。台南酸叶种的面积有6853公顷，占全台一半。过去这爱文酸叶计销一斤100至150块，台南铁路局和农会已经当咧规划，因拍算内销会去北部，那外销目前以日本市场为主，大约占总出货量54.3%，兼会直接加工厂，可以买来做果子干甲高食。出口这边会做努力的处理。另外一个，今年呢，在我们预警冷链市场，今年大概是9月会完工，那也就是说6月的时候开始会做一些分级包装出货，也加大一些出口的能量。那消费端业者嘛有无共观察，今年产期虽然延到4月中才卖，但是果实品质占甜度有影真稳定。因讲就算基本工资和营运成本拢起，目前无调整绩效，比较农民只会度过酸叶大出的压力。是芒果，它是其实比较丰盛，在外销还是在贩售方面，它是品质会比较稳定。为着要拼买起，市府按算5月会先启动酸叶冰降比赛，6月底办酸叶节系列活动带动话题，甲今年丰收的能量转换做实际上的收入，用买起守护在地果农的心血。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 AI 也会当经西瓜哦，这花莲县政府和南大科技大学合作 AI 菌啊，那吞摕这 AI 菌啊去降水果，就会当知影讲这果子敢有够分啊，那会当准确度真悬，而且佫会当成人工。西瓜当时会当收成，过去是靠内行人卡的听声音分辨，不过要伫产地加上万粒的西瓜卡好了，对听了真负担。因为安尼，花莲县府甲南大科大合作研发 AI 卡水果的菌啊。它的原理的话，就是透过一个 AI 的声音的收集，来确认每个西瓜它在不同的程度的话，它的声音的一个音频的状况是如何。研发团队表示，西瓜教训的程度无共款，声音也无共，只要输入这个声音的数据，卡水果的表面就会当判断当时适合采收，用到那西瓜其他果子也会使。只要放不同的声音模型，它就有不同的功能。如果我们把它敲凤梨，我就知道这颗凤梨本身的含水量会影响什么？影响能不能外销？这项技术开2年建立 AI 模型，成本干那几千块，不过希望会当协助解决国内欠卡手的问题。目前的准确度已经到85%。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必须要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改进。那未来呢，它可不可以取代监挂师这个行业？我觉得目前应该还是没有办法。官府强调，这项技术目前相对玉里开始，后续会伫中区，包含瑞水、凤林、甲寿丰，参各农会合作，希望会当帮助到农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看这新闻，讲到这加拿大出产石油的阿佩特省，因的分离主义运动有相关的趋势。分离派领袖测试向当地选举局交30多万份的联署书，今年10月特别举行这独立的公投。You guys brought us here. Without you guys,
None of this happens. 加拿大阿伯达省的分离主义领袖史威斯特，这是向选举局交一箱搁一箱的文件，内面的人数请愿书是超过30万份，已经超过法律设的户顶真济，会当互这个就有资源丰富的省份举行独立公投。就把支持群众是会拿色的升旗，伫咧送交文件的这个时阵，现场欢呼的声音嘛到上大声。We're not like the rest of Canada. We have different politics. We vote 100% conservative. We're being ruled by liberals that don't think like us. They're trying to shut our industry down. 阿伯达省的分离主义者讲的是石油产业，因认为讲执政党以环保知名，除非阿省的经济命脉，这个有500万人口的西部省份，只是独立的阵营几十年来地位拢真边缘。但是这场运动最近几个月，脚步是愈来愈紧，比较早的任何时阵，我启动公投拢较紧。民调显示讲，分离主义者的支持率差不多是30%，但就算联邦主义的迄边，伫有可能的公投内面赢。双方的领袖拢讲，这个过程已经永久改变加拿大。这伫联邦派活动人士阿伯达省的前副省长卢卡扎克看起来是一种叛国的行为，而且表示讲分离主义运动得到右派省长戴斯明的帮助，以寻求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共和党建立更较密的关系。Obviously, we're going to have strong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s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not part of a 51st state. 分离主义者解释讲，因只是咧寻求川普的支持，确保会当来脱离加拿大。长期支持阿省独立的历史学家瓦格纳马甲发声写讲，就算是公投的结果失败，独立运动嘛袂因为安尼就无去。公司新闻新六杯编译。5月初5是日本的儿童节，也是日本12天连假上尾算来第2天。真侪家长呢会带囡仔出门去佚佗，不过一寡所在呢是出现超过30度的高温，对这东北到关东地区也传出着强风造成的灾情。另外，这北海道平地是真少伫咧5月落雪，西北部也出现雪积了几公分高的情形。日本西北部的气象厅测试下晡，路顶悬人车真少，原本不应该落雪5月，中昼过后煞开始落雪，几点钟了后，路面积雪几公分。清心关是出现强风，门楼顶头看板被吹甲直要落落去，过路人也爱弯腰行，才袂互风吹倒。日本气象厅指出，受低气压的影响，为东北甲关东地区的广大范围拢出现风势正强状况。其中前江机场的观测站测试测到的相关风速每秒24.7公尺，北海道北边靠海近测测5暗时风速每秒30公尺。东京到苹果高速公路沿线道路受雨强风连根背起，新来参观的上天顶传出强风吹起物件拍落电车的电线，影响部分房车被迫停。县政府所在行平市要大树雨强风吹断去，规丛落落雨川内底。昨日のやっぱり風で、でも今まで初めて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てるなんてちょっと思わなかったです。更较寒的情形出现伫河谷山关，这10个人伫困梦当中，受向雨强风吹断去的树仔拍着，规穿过天棚，渡向伊的面床。僕がここに寝てて、で。ドーンという音とともにこの木が刺さっていたっていう感じで、天井突き破ろうとドーンっていうのしか記憶にないんです。数センチ横にこう来たんで、もうちょっとずれとったらもう当たってたかなっていう。对强风可能造成的灾情，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注意强风造成物件落落去的危险，甲交通运输受到的影响。这摆日本的儿童节连续假期为4月25放假，5月初6趁年假就要结束，未少家长带囡仔到公园或者是游乐场佚佗。不过根据气象资料，包含东京都甲山梨县部分的所在测试上高温超过30度，全国各地高温要25度。すごい暑い。どんくらい暑いかな？查甫囡仔是真无奈，即马热天到啊，梅雨季节也要来啊。气象厅指出，相当边沖縄县进入梅雨季的时间，比2005年早1天，甲以前的平均比起来是早6天。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受到华南风雨区的影响，中部以北天气无介稳定。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特别提醒新竹到南投，还有花莲山区的民众呢，要注意大水雨。无稳定的天气会一直到今暗时。
雨一阵一阵咧落，天气是湿湿冷冷。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煞，中部以北的地区雨是真明显。啊，若新竹县一透早佫出现15度8的低温，新北市部分的所在温度嘛无到16度。这云一波一波的入来，拜二早起各地区的天气有关无稳定。白天降雨是比较明显，这各地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长延时的局部大雨出现。那在晚上之后呢，降雨范围也是比较类似，不过整个雨势上变得逐渐零星，然后也逐渐的趋缓。拜三拜四天气会变稳定，高温嘛升登去30度。啊，若拜五开始，新一波黄霜雨的方面就搁要报道啊，佮加上东北季风会搁增强，中部以北高温会愈啊降。礼拜母亲节迄天，水汽会愈啊减少。气象专家讲，短期内拢会是这种一波一波刷入来黄霜雨的方面来影响咱台湾。封面的移动速度都还算是蛮快的，也蛮有周期的啊，大概下个2天停个2天啊这样子的频率。吴德英讲，按目前电脑的模式，伫5月底到6月初，可能会有黄霜雨的地流方面影响，啊，毋过这也是有变数。啊，若气象专家林德温提醒，拜二是入夏，所以来因为气温变悬，雨变多，湿度嘛变悬，这蠓虫就会大大来生炭，提醒乡亲就要注意蠓虫降价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宜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